今年4月到7月这段期间是鹿茸采收的时间。伫嘉义滨乡有一间饲鹿仔场，原本按算讲要甲这鹿仔王的鹿茸采收重量，希望讲会当超过去年的347两。想要到这半个月，这天气是热过去，虽然有使用科技设施来管控，不过依然是受到影响，产量减免2成。摕鹿仔来的鹿仔本水无降温，饲鹿仔的农民讲。凉冷的温度会让鹿仔较稳定，才袂去伤到鹿茸。进前都捌有采收过300多两的鹿茸。是饲养管理的方面啊，然后还有我们有模拟它户外的比较湿冷的温度，让它鹿茸不会太燥热而磨破，然后让它的鹿茸生长得非常的大。鹿仔就是固定刷来替鹿茸消毒了后，就准备要来采收。农民讲，原本按算有将近400两，可能因为这半个月的天气。鹿茸的产量煞叫水2成。去年感觉那就较大片的，今年有较少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应该是气候的因素。农民表示，市面上的鹿茸中药材较早较侪是为国外进口，不过其实国产鹿茸的品质嘛袂歹，为饲到采收过程拢要符合相关规定。即马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对健康保养的需求豆豆增加，希望会当带动这个产业新的发展。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。